唔講唔知，被低估嘅綠色奇蹟，40% 嘅國土保護區。提到香港，大部分人第一印象係極致嘅擠迫、高聳入雲嘅摩天大廈，同埋五光十色嘅招牌。但係地理數據話俾我哋聽一個截然不同嘅真相。其實香港大約有40% 嘅土地係被劃為郊野公園或者係特別地區。呢一啲嘅比例喺世界嘅各大都會裏邊都名列前茅，遠高於紐約、倫敦呢啲嘅城市。呢一個都意味住，無論你身處喺幾忙嘅商業區裏邊，通常只需要30分鐘嘅車程，就能夠同石屎森林切換到原始森林嘅世界地質公園。呢一種極致人工去到極致自然嘅緊密共生，係香港城市規劃裏邊一種好獨有嘅東西。喺西貢，你甚至可以睇到罕見嘅大型酸性火山岩柱六角柱石。呢一種嘅地理特徵唔單止保留咗豐富嘅生物多樣性，亦都能夠讓高壓嘅生活得到個天然嘅氣閥去排一排氣，令到呢一座城市同保育之間揾到一種微妙而且堅韌嘅平衡。